第一道菜叫做金沙醉山猪，醉山猪，因为他每天都喝醉，跟你一样。我每天都醉了。黃孝明小起來當後生，有兩個傻皮嘅樣誒，一看到佢無槍嘅種樸實，做起東西手腳當家，講起老食材有關係嘅話題，會知道當歡喜。佢知道有好米事，就會齊齊獻煮。好食材唔是麻煩嘅變化，就做到當澎湃哦。啊，刚才嘅散猪肉啊，这有沈跟明雄哥有跟我提到，它没有那么容易取得一般都会用公是在原住民，还有是台湾特定的我们特定的料理，会不会有人开始在养啊，还是什么的？有，其实一般的我们的肉，在圈养的来讲，它的肉质并没有那么的 Q 弹。哦，真的有差哦。当然有差，我们是放养的，然后跟圈养的绝对有差。你要散猪肉做家人可以看吗？昨天打的。哦，真的哇！所有的猪它都是一样，它有一个发情期，它在发情期的时候，它的猪身上会有一个腥味，对那种腥味让我们在吃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你闻闻看，没有？对啊，它没有发情。那根据快速来做好不好？要怎么做？首先我们把那个地瓜。啊，你知道为什么金沙醉山猪刚刚我提到番薯怎么要用番薯肉皮这个东西呢，它是增加我们山猪肉的口感。好，刚刚切亏啊，还切一条一条的嘞，切泡片呢，好不？切这一洗一洗。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地瓜拿下来炸。它这个加热之后就很像，你知道那个破嘅番薯条就用冻香好。该呀，给番薯条已经破好些嘞。下一步呢？下一步就是要包进去。我们用山猪肉包了我们的金沙，然后再包了这个番薯条，让我们所有的口感凝聚在我们这个山猪肉里面。咸蛋，含嫩。咸蛋我们就稍微就是用手就好了，一点点，对不对？一点的，半颗就够了。哦，这很像那个蓝带猪排一样。切底嘅山豬肉，實做得要按到層次嘅料理方式咯，本來要好多誒。杜好嘅片米粉、番薯粉，撈亂調皮圓圓，用素質糕個淋到肉片蛋糕，個落卜泡一下誒。係嗰個，係講直接落去煎蛋，肉片蛋糕嘅結子會冇咁樣盤，用上撈口感都更唔好哦。麻油呢，一般呢都要搭配姜，可是呢，现在的这个时节，它是属于在秋天吃的东西呢，尽量不要燥热。然后我们在做这种比较燥热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呢会用枸杞，枸杞，它有温润的作用。那这种温润的效果呢，又可以去除我们山猪肉的腥味。加点水、盐巴。糖就好了。这样子料理啊，完全都要做山蛋糕嘅限定料理哦。不管係呀嘅山豬肉啊，你係傳奇，全部只有要到山上來才吃得到的山味。加一點米酒。OK。因為山豬才會醉。哦，原來醉山豬是這樣子的。對。好的，我超愛吃這一道菜的。大伯呀，去山蛋糕剛好，我就一定會點這一道菜。你常常醉嗎？没有啊，一般我肉都不是要追，它只是提香而已吧。不是提香啦，待会你就会醉了。待会上菜的时候呢，还要加绍兴，还要加绍兴。它要淋上去，淋上去了以后呢，就让我们的醉山猪上面会有带了绍兴的酒香，带一点酸酸的感觉。而且酒香会变2层，对不对？对，那就是直接绍兴下锅，用绍兴呢稍微去爆香一下，不用着火。要着火了，它就没有绍兴味了。淋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川崎金沙醉山猪，那就 OK 嘞。给山猪肉切下一含冬菇对，好香哦！金沙醉山猪肉，来吃吃看那罗登这个我们川崎哦。迪宝，它的山猪肉好 Q 弹哦，但係阿生落去感覺溫暖的口感，順的一個川崎肉都在控到，還講呢還有一個。含卵啊，有一些粉粉含香，
老点甜甜嘅葡国嘅番薯，我说过，不单单它的口感上面有懂多种变化，跟米西蛋糕呢，它也会让你觉得好多种层次的感觉。